下來繼續來看中華溪湖一戶人家，暗時9點，透過這個監視器的畫面，看到一個生分的男子佇咧厝前行來行去，而且佫一直弄門試電鈴，手佫放入去卡網內底，感覺是要來搶劫。當時這個厝內底只有阿嬤甲查某孫2個人，話要驚事，趕緊來報警。警方找到人咯，原來伊是里長的參選人，是要來郵票拜票的，原來是一場的誤會。暗時9點，阿嬤佇門口咧壓花，看到一個青婚的查某人騎電動烏多擺經過，後來又佫騎翻頭，這個阿嬤趕緊將門關起來。為監視器會當看到這個查某人一直弄門入電鈴，手佫敢若要摕什麼物件，感覺是想要搶劫。當時厝內敢若阿嬤甲查某孫仔因驚甲趕緊報警。文章引起討論，有人感覺住戶的危機意識真強，有人認為講這個查某人有夠悍。就是不會去理會他啦，因為有時候就是把門關起來。警方真緊就找到這個弄門的查甫人，發現講伊原來是里長的參選人。伊當時佫要去找鄰長，看到有里民因兜門開開，直接要上門拜票。因為無穿競選的假，加上暗時已經9點外，才會產生誤會。龍真光啦，袂輸力氣啦。我哪有可能騎這個烏多擺，時速上最走到38 km，來做這搶劫的代志。看到影。他就心在驚，他就是走到門邊，然後手放進包包裡面，就是好像等人開門，手要拿什麼東西出來一樣。事後雙方達成和解，是誤會一場。其他的里長嘛講，一般人要拜票，未超過暗時的9點。8點以後過吼，盡量慢。安怎講？因為收過暗有的攏愛休困時間。伊啊門都關起來阮就是宣傳品啊貼咧門口，阮袂去做這個動作。參選人過來拜票，卻因為無穿競選的假，又佫佇暗時9點外拜票無成，顛倒予里民驚一條。